7月8號生日嘅朋友，祝你生日快樂，身心靈健康。你係一位挑戰者，中意挑戰新嘅事物，覺得挑戰同埋面對困難好似人生修行一樣。你有一種出色解決困難嘅能力，個人比較我行我素，同埋有啲頑固嘅特質。一旦覺得嗰樣嘢係啱嘅話你就會勇往直前，為咗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有機會睇唔清身邊嘅狀況，有時失敗嘅原因係冇留意周圍嘅環境。而喺感情方面，你戀愛會表現得冷靜，你比較難愛上一個人。一旦遇到你中意嘅人你就會主動出擊。結咗婚之後會係一個顧家嘅人，會為屋企出錢出力，但係就會比較少喺屋企。而喺性嗰方面，你非常之熱情，但係如果對性有不安嘅話你會有機會想支配對方。財運同埋事業方面，你喺商業方面有高度嘅判斷力，你有好高嘅伙伴意識，重視人與人之間嘅合作關係。你比較傾向於同多人嘅團隊合作，大家都開心嘅話你就有滿足感，亦都會發揮得更加好。而財運亦都非常強，賺到錢嘅話會同人分享。如果可以創辦一啲幫到人嘅事業嘅話你成個職涯會更加豐富同埋充實。而你嘅人生課題係啲咩呢？你係一位好熱血嘅人物，好多時會因為衝而忘記咗自己，亦都係忽略咗其他人嘅感受，會難啲去感受自己，或者真正去理解人哋。可能多啲感受身邊嘅一切，會令到你成個人生更加充實。